那个他们的他应该人字旁的他啊。警惕的惕不是那个惕，竖心旁右边是一个易经的易。难免有笔误了，一意不一文字还是有功德的。渐渐地恢复了，怎么办恢复？要先投胎为人啊！鬼神明求道都要10两黄金，要几十万的新台币呢。谁跟他有缘，能够帮他出那么多功德会啊？功德会呢？跟他有缘的，可能都是有被他帮助过的呢。2000多年前怎么会是周朝呢？现在2022了哈，那2000多年前是汉朝了，汉朝时期不是周朝。赤壁之战的208年，三国时代不是有赤壁之战吗？208年，民国元年那个是汉朝那个时代了，西汉末年是纪元前几年，耶稣诞生说纪元前1年，那个是汉朝东汉哦，东汉那个时代。
你看香炉的香吼，形成济公活佛的图像。